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30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咱国内今仔日增加4例本土病例，拢甲部立糖尿病的感染事件有关系，而且有1个已经不幸死亡。部立糖尿病的专案隔离所的人已经验1600个，另外，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1、2月份公有市场的租金减一半。对今仔日开始，年岁6个月以上的民众拢会当去做公费的流感有风险，拢共开放41万人。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今仔日咱国内拢总是增加10例，其中有4例是本土病例，拢甲部立糖尿病烧化事件有关系。这4例当中，有3例是甲第863例着病护理师的亲人。这口罩拢总7个人带做伙，前后后已经有6个人确诊，是一桩家庭烧化事件。而且不幸的是，其中1个80多岁女性，因为本身有慢性病已经死亡。除了这口罩，另外1个本土病例是因为甲确诊的个案伫病院有接触过，才会致病。国内新冠肺炎新增加1例死亡病例，案例907是本国籍80多岁女性，本身有多产慢性病史，也是案例863为服部立糖尿病院为着病毒护理师的大家，伊1月18采检阴性了后，伫厝隔离10天了后，陆续出现发烧、嗽、喘气困难这症状，就医2摆采检了后才确诊，不过不幸在确诊迄天暗时来死亡。而这也是国内隔了8个多月以来，搁再增加死亡的病例，总计国内已经有8个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初步是判定他的死因是 COVID-19，当然他的背景的因素是因为他身体有多重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在。另外，国内也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除了包含1例死亡以外，其他确诊个案也案例863，为着病毒护理师带到店的查某囝案例909，也有大官案例910号。那加上进前确诊的先生甲查某囝，一家7个人，已经有6个人去画着。也有1个是案例863护理师的大娘姑，因为不照顾案例907，即阵先安排病院隔离，而案例907的后事，受部立糖尿病院全力来协助。864的姐姐都照顾907案，那群聚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把那一位虽然没有检验没有这个阳性他是阴性那我们仍然把他先放到医院里面去就近的照顾。另外，案例908，因为陪老母到桃园地区某一间病院去看医生，在问诊候诊的时阵，接触对桃园病院出院的案例889，虽然2个人接触时间只有短20几分钟，扩大采检时却是阳性确诊，个案到即阵无症状，加做另外1个院内感染事件。908去领药的时候，那他的陪他妈妈，他妈妈就在比较靠近原来的这个889那边的诊间不过他妈妈也检验是阴性那他就有得到根据指挥中心统计，部立糖尿病院互相烧的事件到即阵总计有4093人接受14天伫厝隔离，包含病院、社区甲会所。但是中强调，即阵定伫2月初4会发动清零计划，包含全院采检、环境消毒等。但这个病院提出计划了后，就搁请专家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而且是增加这4例本土个案有去过倒位行打，指挥中心也咧调查。另外，控制疫情上界重要的有风险，传出有侪工会甲大国抢货问题。亲像咱台湾已经订1000万吨的英国阿斯特捷利康疫苗，风声讲方要求爱先予英国国内使用。加上后面可能会有疫苗出口量的限制，但市长表示，咱驻文的疫苗到货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张大会议自内到外，每一个表格拢详细喷消毒剂，包括有传统市场进行大消毒，要确保防疫措施做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升悬，指挥中心公布新增4例本土确诊，对个案监视伫空窗时期有社区活动卡热，也要继续调查。那个足迹事实上对于社区的影响已经很低，那不是空窗期，做潜伏期了。就还没有到它的传染期的时候，相关的足迹我们会去一点做了解。国内疫情发展未当疏忽，国际间是各面临疫苗采购之乱，其中指挥中心伫去年底洽谈的 AZ 疫苗，传出会优先提供给英国。后面是讲要用疫苗出口管制，将拢可能影响未少国家的用货时停。但是中讲台湾确实也受到影响。
本来有一批它要非常早送来的，那一批好像现在目前受到这个欧盟禁令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在极力在谈园艺在哪里生产，然后另外一个庄田在哪里。现在情况还有一点混乱，我们把它厘清一点，再跟他报告。国内外疫情严重，指挥中心特别提醒民众，若讲春节期间也咧自主健康管理，唔通参与大型自餐聚会，也会记哩做外出行程记录，有妨万一。另外，报头专案的第一线医护奖励金有基层医护投诉只领到病友啊，指挥中心再次澄清。薪水都绝对不会少，好，那相关检疫哈，相关的居家隔离好的费用哈，如果没有重复领取，那也会发给。这是纯粹哈，跟医院的费用是完全无关，哈，是由指挥中心这边这样的一个津贴里面直接去发。但市长也强调，津贴需要由部头做册拨款，中央也会予病院奖励金，其中6成会予抗疫相关人员。若讲协法无公平，会介入指导。记者综合报道。部立桃园病院烧毁事件已经针对1600个隔离所的人采检。因为也咧关键期，桃园市长郑文灿就强调讲，要继续保持警戒，而且伊今仔日嘛去较真正去过南门市场甲大南市场视察，佮宣布1、2月份公有市场的租金减一半，希望会当互大头家好好过年。挺不逃，挺医护。各界信心继续送来到部立桃园病院，用行动力支持医护人员。另外，各界也拢录制影片，替桃园部立病院来加油。昨天国家代表队田径国家代表队也录制了一段加油打气的话给我们。其实我们收到这些真的很感心。加油加油！哦，这次大家加油！来到南门市场，郑文灿视察防疫做法，也替大头加油。当地里长讲，经由促销的活动，希望会使慢慢挽回人客。买1送1嘛，或是那个摊位减半嘛，或是有的摊位都不用钱。人潮有没有回来了？今天有稍微回来。我们现在早上做生意，下午都配合消毒。由台南市政府资助的2台消毒车，伫南门市场甲周围进行消毒的作业。而大南市场虽然有过去3、4成的人客，不过买去也袂转来。郑文灿也当场宣布，1、2月公有零售市场大头的租金减一半，互大家好好做生意，过一个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日开始，年岁6个月以上的民众，拢会当去做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因为去年公费的流感疫苗拄开放，就去放注文了。疾管署为着因应需求，赶紧加买疫苗，目前也有41万吨的量。对即马开始会一直开放到疫苗用完为止。所以今仔日透早，都有真侪民众拢咧排队等要做。9点到11点有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里长公布提醒民众到活动中心来注射公费流感的疫苗。顶回因为有民众无排着甲人注射，早起8点外就走来排队，希望做完了后提升身体保护力。上次没有打到，不是上次太多人了，都满这。想说对打了疫苗对那个个人身体有保护啊。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公费流感疫苗去年10月开始做了后，民众大家拢要做。疾管署又赶紧来加买这个疫苗，即阵要41万剂用做，而且对30拜6开始开放年龄6个月以上民众注射，一直到疫苗做完为止。医师提醒，即阵依然是流感流行的大月，如果过年前后会达到高峰，做完流感疫苗了后，除了会使降低重症，也减少新冠肺炎临床诊断的困难。在医师还有护理人员帮忙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也可以减少这个就是不确定性嘛，因为我们至少就可以排除说，如果你打过这个流感疫苗的话，那得到流感的机会就会比较低。疾管署强调，这摆新采买的疫苗也包含美国专案进口的福禄伯克4价流感疫苗，这是种非活性新的重组技术制造的流感疫苗。甲传统规两培养技术是无同款，副作用较少，因为也无18岁以下临床的试验，所以讲敢若限制18岁以上才有法度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美国疫情上界加力的地区当中，纽约州传出讲因死亡的人数可能比报出来佫加真多。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派去中国调查疫情源头的专家小组，伫武汉受到真济限制。
所以 WHO 就认为讲，因摕到的资讯是真有限，要找到病毒的源头，也阁爱骨落重。完成隔离措施的 WHO 专家小组成员坐专用车队到武汉市的金金大病院，伫官方严格控管，有媒体记者就算是远远徛伫墙围外翕相，也共款互安全人员赶走。根据专家小组的官员计划，因除了要求中国提出详细的疫情数据，也计划访谈上早家里影响疫情的情员，甲第一批接受治疗出院的患者，参照访互外界机构发源地的华南海产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敢会当如愿也会看中国配合程度。They will only have contact with those individuals that are being organised as part of the test, so as part of the studies. 地处世卫组织认为，伫信息有限的状况，要有充足证据确认新冠病毒的起源，可能需要几啊年时间。另外，全球官方公布病例数上济，美国疫情上严重地区之一的纽约州州长古默，去年规个疫情期间被多数主流媒体大多恶处理真好，甚至公认伫民主党接班梯队中伫头前。也毋过，州检察长雷蒂西亚詹姆斯礼拜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州政府对死亡病例数字有错误现象，特别是关键的老人安养中心，州政府提出死伫新冠病毒感染的数字比实际少50%。对此，古默认为所有的批评自一开始就充满政治阴谋。A third of all deaths in this nation are from nursing homes. New York State, we're only about 28% only. But we're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number of deaths in nursing homes. But who cares? 33, 28, died in a hospital, died in a nursing home. They died. 事实上，就伫州检察长提出报告的几点钟，州政府随调整安养中心的死亡病例人数，自礼拜的8700多人变做29个12700多人。那主流媒体争气话，州议会也跨党派议员发起要求对州政府的疫情处理进行司法调查。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咱台湾即卖国徽是蓝色底，顶头有一粒12道光芒的白色车，甲国民党的党徽是真相像。所以立法院临时会昨就通过时代力量改国徽的主决议，要求内政部爱伫2个月内提出评估报告。前总统马英九是批评讲这真无意义，民进党迄边是认为讲会当由国民党甲党徽换掉，也若是行政院是表示讲会认真评估了后才做决议。咱我即马国会甲国民党党徽高度亲像，立法院临时会时代力量提出决议改国徽，专案伫民进党团支持之下，以63票同意通过。内政部需要伫2个月内提出改国徽评估报告。前总统马英九早起出席反来伫联署活动，表示国徽早伫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就存在，伊认为国徽甲党徽外形有所差别，批评改国徽无意义。党徽跟国徽它是有不一样的，去谈这些议题啊，我觉得是毫无意义，对国计民生毫无帮助，真的不必浪费时间。蔡英文主席是你下令的吗？你支持吗？你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身份，你同不同意修改国徽国旗呢？改国徽涉及国徽国旗法，即马国徽是国民政府依据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制定。民进党团表示，身为执政党未主动提案，改国徽看动战术复杂，爱一步一步来。如果国民党愿意主动放弃，他们去改自己的党徽，不再占国家的便宜。我们尊重立法院的提案跟决议我们会谨慎的去面对。根据立法院决议，内政部爱伫2个月内对该国徽必要性提出评估报告。行政院表示，此案是高度政治性的议题，需要审慎评估各方冲击，好好讨论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脚步声行到台中。立法院昨通过民进党的台中火力发电厂的主决议版本，内容是甲小土团机组提早除役，但是成败拆掉。台中市长罗秀燕就出面抗议，讲安尼机组敢若愈来愈济，无法度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不过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是甲问题弹回去给台中市政府，讲就是因为台中市府甲台电一直超袂好势，新的机组才一直无法度使用。立法院在29个临时会以68票赞成、0票反对、38票弃权，表决通过台中火力发电厂10部小土团机组，除役时间对原定的2046年提前到2035年。也毋过机组未拆除，引发国民党团的不满，批评民进党伫拍假球。台中市长罗秀燕30日认为，这是伫护航台中火力发电厂。
这个决议呢是护航中火的版本，因为仔细看它的内容，主决议提到，即使中火增加燃气机组，但是燃煤机组一步也不拆，这样子的话，中火的机组呢就会只增不减。卢秀燕表示，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是愈来愈多，空气只会变较歹，对中部的民众来讲是真无公平的，要表达抗议。也毋过提出这个版本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是讲，毋是护航，也毋是拍假球。台中火力发电厂问题的官员是台中市府甲台电拢买牛埔徛伫遐。去年这个台电公司已经挂件6次以上，要启动开始兴建这个燃气的机组。但是呢，市政府就一直卡关，一直不让这个燃气上线。所以呢，如果这个僵局不解，台中就每一天都继续要多吸一天这个燃煤啊。蔡其昌强调，甲小土团机组留落来是为着备用，到有了后必须重新申请执照才法度服用。台中市府有审核权，而环保团体是讲肯定小土团机组提前来度用，不过决议进前无参考民间的意见是真可惜。因家己决议，阮想要甲因表达阮的意见，就含见面，就无要见面，我觉得无要参考别人意见，含听都无吼，这是较可惜啦。环保团体认为，中火机组度约时间也是伤慢，应该提早到2030年。而无小土团主决议也应该包含全台湾的小土团电厂，若无只是无小土团，也只是做半途。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高雄林园工业区的联成化学工厂，昨暝发生严重的火灾，一直到今早起火才拍花。这已经是林园工业区这个月第4遍导火烧。高雄市长陈其迈就指示相关单位详细查过去捌火烧的工厂。日个暗，高雄林园工业区的联成化学工厂突然庆出大量乌烟甲火光，将附近的居民惊一跳。消防局出动大批电力前来灌救，一直到30早起，将火才全部拍花。好在无人员伤亡。环保局也派人到现场监测，目前无测到化学污染物。消防配水都是局限在厂区内，那基本上它是会透过这个厂内的废水回收，然后到这个污水处理厂去做处理，所以不会去影响到邻近的高屏溪。连线火警艺术是因为操作疏失造成，因为烧的时间长造成大量乌烟，互环保局以公务法重罚500万。市府事后调查，更加发现厂商制停操作，违反相关法令，以工厂管理辅导法甲劳动检查法下令全面停工。不过因为这是林园工业区这个月第4件重大火警，也互当地里长真不满，希望业者刷厂，也希望市府有所作为。乌烟爆炸，有迄个粉尘全部拢总来啊！安尼政府要重视阮5福里面的健康跟安全。在礼拜1就会开始针对林园工业区的石化厂商展开联合稽查。那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就是要确保它符合公安跟整个在制程相关法令的规定。林园工业区1月份自台本到这摆的连成发工，事件重大火警都互环保局拢总罚1024万花。后礼拜1甲经济部合作执行的联合稽查，除了对消防工安定问题总体检，也要确认工业区供线安全，要求厂商各方面拢爱符合法规标准，以确保公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关西镇的关定古迹东安古桥边的溪仔边，从乌白片10外栋的建筑废弃物。环保局查出讲，而且乌白顶本所的都是地主本人，按算要改移送地检署。民众踮河边运动欣赏风景，毋过对较远的所在看过去，空地顶悬去互人拼真侪建筑废弃物，算是拢总5大堆，估计有10外公吨。就是房屋修缮，你知道吗？这种建筑业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点这种东西啊。对啊，有时候工地有用到，他就再出去；工地没用到，就先暂时暂放。环保局去到现场了解，初步虽然无发现有毒物质，不过因为地主并无清理需要废弃物的执照，所以当期伫咧现场囤大量的建筑废弃物，会交由警方进一步侦办。因为他这个行为基本上还是违反废清法的，初步认定是有违反行政刑法的规定。那派出所针对相关的部分去做侦查。那这个部分预计会侦查完毕之后，移送地检署，由地检署检察官去做一些相关的认定。
牛栏河是关西镇真重要的河川，嘛是外地游客前来佚佗的所在。经过民众甲环保局考肯，地主表示愿意在最近改善。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为着让民众安心的台湾底认证标章，到当也有真侪问题。亲像一寡大卖场甲餐饮店有打标章，但是无完全使用国产猪肉，所以政府即马要加强稽查。不过卡手有限，会当替咱查到什么款的程度？咱来看详细报道。标章、标示、产地注明，也有莱克多巴胺的注明，对地点到冰毒，世界拢看得到。对去年讲要开放内地到即阵，民众敢会烦恼去食到食肉精？袂啦，毋惊。安怎？啊嘛是共款，伊都是反正都是检查有合格才有入来嘛，对不？嘛是食。我去美国吃的时候也不会管它是不是来猪或美牛。所以是不会担心，就是吃到来剂。不会啊，火锅就会看标示了，因为你就是吃那个肉。看得到的肉，大部分拢有标示产地，不过看袂到的原料，像肉包、水饺、火锅料等等冷冻的猪肉加工品，有的只有写产地台湾制品，不过唔知敢有去拦到进口吧。除非你真的买一坨肉，你要看一看，因为混合制品吃2个月完会怎么样嘛？不是说担心你自己吃多少嘛？因为我们去年是还没有开放进来嘛，所以民众不用恐慌。如果从今年1月1号制造的一个包装食品的话，就要依照规定来标示猪原料的一个原料的来源的产地。卫福部爱民众放心，不过标示简单注明产地的来源，并无强制规范业者爱标明敢有含食肉精。那只可惜就是国家目前的标示，它并不是要求你标示有没有含来剂。猪只的这些猪肉的这个再制品已经变形或者变样，甚至加了很多的味道在里面了，所以你很难去辨别它到底有没有，更难了。农委会也释出台湾猪的标章认证，不过进前发生大卖场和连锁餐饮店的业者，唔是100%使用国产猪，结果标章又是去互撤回，信用破功。卫福部也因此增加1/4的人力，全台湾100多人加强稽查标示。虽望政府针对标章标示风波当伫咧补破网，不过会当悲观到什么程度，民间团体要是存疑。记者阿敏金田乐视台北报道。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是11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11度到24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是13度到23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1度到1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